准了，红准了，下礼拜3来打我们。早上6点就开始活动了。中营呢，七座大寮，中安中，中式村落大地遵循现代。當時咧利用咁原來中營醫院對呢個中央對政府嘅活動，我哋咧對政府，而家對治療係咱做嘅啲老多咱做嘅嗰啲醫院嘅嗰啲醫院，我哋想講嘅，他們原來是不是照病，他們話他我哋想講嘅。